easy. Right? Try start the frame. Yeah. Right here on right home. Right here.咦，比賽已經開始咗啦，我哋睇下邊個領先先。誒，睇嚟5位參賽者都勢均力敵喎。暫時5號艇隻嘅選手領先，然後4號嘅選手緊貼其後啊！哇，停牌啦佢哋。4號選手稍為領先咗少少，其他選手都好快咁樣緊貼其後啊！2號、3號追得好快，1號選手都唔好放棄，加油！好快已經過到賽道嘅一半啦，繼續努力！4號選手繼續穩定領先。加油！觀眾席嘅朋友都記得幫你哋嘅 friend 打氣啊，佢哋聽到㗎，加油！就嚟衝線啦！恭喜晒4號艇隻嘅選手！哇，今場比賽相當之激烈啊，4位選手都幾乎同時爭好少就一齊衝線㗎啦。最尾一位選手都唔好放棄，仲有少少咋，加油！走到！好，恭喜晒，辛苦晒各位選手，我哋好。